英国法院昨针对英国史上金额上大的洗钱案来进行宣判，判来自中国的主谋钱志敏11当8个月有期徒刑。这人伫中国设公司诈骗将近13万人投资，金额是超过400亿人民币，落尾逃去英国，利用比特币来洗钱，去年红掠起来。 因开发高科技健康产品，甲 Bitcoin 挖矿做广告，结果是诈骗。有将近13万的中国投资人受骗，总金额超过400亿的人民币，大约是代票1800亿。今年47岁钱志敏伫英国被抓，要求英国伦敦南法克皇家法院以洗钱案判11年8个月。We seized over 61,000 Bitcoin, now worth approximately £5 billion, alongside other non-crypto assets valued at more than £20 million. This currently represents the largest confirmed cryptocurrency seizure anywhere in the world. 去年4月2日，伦敦警方伫英格兰北部约克市钱志敏洗出的所在执行逮捕令。Do you speak English? Take a deep breath. We believe you're Zimin Kian. Okay, you're under arrest. You're going to be arrested for money laundering. 警方讲，钱志敏伫2014到2017年之间，用假名张阿德伫中国策划大诈骗案。 甲骗到钱转做 Bitcoin 资产，了后伊用假护照走去英国。2018年9月，想要买房地产来洗钱，所以引起警方的注意。另外，伊住伫伦敦，租金超过17000外英镑，大概代票70万的别踪。住伫英国的时阵，伊的生活毋是拍电动，就是咧网络买物件，甚至伊阁小想要踮欧洲找一块无主地，成立小国家做女王。公视新闻黄文玲编译。